遮拢会拜一个土地公，因为遮每工有300-400人在做神。就是迄当阵咱大家乐流行的时代吼，有一个工人，暗落定人来遮拜，咧求发财，伊几落遍拢无着，甲即个土地公吼，等咧家人互伊，大家拢咧斗找咱即些土地公。就是伊即个所长伊住咧对面的，行即个吊桥起来吼，经过2-3工，伊看遐人拢咧摸破，别人拢无看，敢若迄个所长有看，好像。土地公咧化救命，正经就伫遐找着安尼。尾所长按这个，再搁甲这个土地公装金身，搁请来搁拜。但是甲你讲，迄阵咱若拖工，逐工要入康进前，拢会来甲遮，甲名寄伫土地公遮。对。恁迄当阵，你搁会记得你是安怎甲伊讲的吼？对，就是甲土地公讲，我今日来遮做事吼，保庇我平安倒转来吼，我。再过来给你拜我再命回来。过命回来。所以下班过来拜一届。对，哎呦。